中央气象局有报，后礼拜开始将会有一波寒流来袭，因烦恼真侪弱势长辈欠少风寒物资，市府及时启动加温关怀机制，由市长王伟摕带队前往独居长辈家中关心，并递进物资，为长辈送上暖心的关怀。今日开始会变凉哦。好，后礼拜过，我用这个围巾给你下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安尼啦。哦，来。我安尼水啊，介绍安怎这？哇，安尼下开迄落。对对。哦，因为你一个人大。啊，平常时公所有加减啊，安尼吼，反正关。哦，是，哦，安尼生活上，啊，你有，咱即马现主是会当够帮忙，有啥物迄落厝诶，有迄落，就是会老雨还是安怎无？哎，老雨真我经早出来老雨，花啥物搞事，我真无法度啊。除了送上物资，王伟摕也承诺将会协助阿嬷修理厝尾顶。并期待有更多爱心团体、协会以及民众做伙来关怀弱势，共同将台南打造成为高龄友善的温暖城市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